翼龍經咁我哋咧總共有6式嚇，咁啊第一式拱掌輕觸活百經，你隻手要好似兜住啲水咁樣，得未？咁我最簡單啦，我就先做企喺度啦，咁我咪咁咯，下啦，係咪啊？嗱，你得嘅你咪可以做個 pat pat 位置啦，嚇，你可以打神豬月得嗰個位置，再唔係嘅點啊？呢啲位你都可以咁樣做旋轉，嚇，亦都可以咧上埋膊頭，得嘛？亦都可以咁樣做。咁呢個非常之簡單，咩啊？好啦，腳啦最簡單啦，兩邊嘅，得未？跟住脛骨前肌嘅，好啦，脛骨嘅內側搞掂㗎啦。咁如果你中意腳板底嘅，你得閒你瞓醒嘅時候打2下都好嘅。好，跟住大髀，咁啊你可以用兩邊啦，係咪？亦都可以呢個，亦都可以喺側邊。另外打開隻腳左右。第二式足肩踏轉落心聲啊，保持你嘅心情係笑，總之你笑啦，即係阿 Sir 今日好唔開心點啊？得㗎啦，你個腦就以為係真㗎啦。好，踏一步點一下，踏一步點一下。你要留意嘅就係腳與腳之間留一個腳嘅闊度。好啦，手簡單有咪咁樣旋轉咯，我都係訓練緊一啲旋轉嘅肌群㗎啦，得嘅你咪高啲咯，再得嘅就高啲啦。通常我就循序漸進咁樣做嘅。好啦，嚟到呢度你可以結合第一式點啊？打埋落嚟，打埋落嚟。咁呢啲咧就簡單啦。OK， 好，跟住第3式速撐進退，身軀暖，進退啊嘛，所以前前後後前前後後開開合合開開合合，可以做另一邊腳喎，開開合合開開合合，得唔得？躍拼曲身鐵塔傾，咁呢個咧好簡單啦，1、2、3起，5、6、7起，得嘅就加埋手咯，1、2、3起，5、6、7起，1、2、3起，5、6、7起。咦，有拼步喎，係咪啊？咁我點樣做啊？拼步呢個你要小心，唔好自己左腳踢右腳喎。1、2、3起，5、6、7起，1、2、3起，5、6、7起。其實你諗下，你做咗拼步，你啲腳法係咪有翻咁上下？慢慢練冇人一開始咧即刻就哇好勁咁樣啊！仲有阿 Sir， 好再勁啲又好勁㗎，我想再勁啲就得㗎。1、2、3起，5、6、7起，咁就辛苦啲㗎啦。但係你見我有速度，同埋你諗下我咁樣都唔跌，係練好多嘢啊！咁但係呢個就好進階，骨腿提膝增活力。咁呢個咧我先做咗個提膝先啦，咁簡單啲我就咁樣做啦，得唔得啊？咁有陣時咧，雖然我隻手我會擺埋喺度咯，得唔得？咁你可以咁樣就得咁如果我捉嘢亦都得，打橫捉住張凳亦都得。咁我通常咧你就俾自己做100下。你屈腿咧，我建議咧你隻手可以夾住個身體。咁做啲咩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我俾咗正面嚟睇，就係咁做啦。最重要喺屈腿嚟講咧，就係個大腿垂直於地下，對住埲牆，念壁思過。有一下一做咁捉住，好笑。有一隻腳一頂開跟住就你就知道嗨到啦。阿 Sir， 咁我跟住咪撞瘀晒咯。聰明嘅你，我係點做嘅咧？攞條毛巾厚啲嗰啲或者揾張棉胎笠住張凳。我只係 feel 到有嗨到就知道得啦嘛，咁你又唔會撞瘀啦。明白嘛？即係呢個亦都係你可以協助嘅一個方法嚟嘅。起筋、遵納、坐東征，咁呢個咧就好簡單啦。咁我可以，我做咗呢個先得唔得？得，我冇問題。邊個先後反而唔係最重要嚇。好，我喺度，我咪趌起個腳踭啦，翻嚟就喺度落去，記住個 pat pat 推後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
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OK， 闊腳得唔得啊？得。喂，闊腳難啲嘅喎。我講趌起腳踭嘅時候，闊腳難啲，但係你落去就變咗易咗嘅，得唔得啊？